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：客官边的猪母袂本痟，嘛会拍屁。饲伫客官边的猪母，惯势听人伫拍屁的声音，久来准伊无法度本痟，嘛学会晓拍屁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讲，人若到一个新环境，迄个气氛若有，不管是有人甲拖，还是家己落研究，伫学物件就真快啊。比如讲学话语，一个刚出世的幼婴仔，若互伊伫咧讲英语的环境大汉，准讲袂晓写字，上无也会晓讲，就像咱台湾话，即摆少年家，甚至是侪岁人，哪来哪无得讲家己的话语，出现话语断暂的状况。伫现此时上要紧的代志，是咱做时大的爱加暂时细仔讲台湾话，毋好互囡仔影响去，变做咱去配合囡仔，啊无正经咱的话语会断正去哦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